说你。对呀、说你们所有人，没有一个人理我，我去了，就没有一个人理我，真的没有一个人理我。说白了，这个直播间，我说白了都是人机吗？我真是。嗨，你好，气死我了，没有人理我，我气死了，就自言自语上了，没人理我。我现在这个打光是不是就跟那个有那种有工会的工会专门打光的一样了？是不是？我们能打字的宝宝打字，理一下我好吗？啊、oh、my god！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没人理我。再给你买点。